Hello，大家好，歡迎又翻到嚟我哋 Hello Anfield 啦。咁今日呢條片呢，就係特登 OT 去做嘅，因為實在有個太爆嘅消息啦，就係最近轉會窗最爆嘅新聞。PSG 嘅23歲法國翼鋒 Bradley Barcola 呢，有傳聞佢已經拒絕咗 PSG 嘅續約啦，而佢已經同利物浦嗰邊呢傾掂咗個個人條件噶啦。咁而家其實就等緊利物浦同埋 PSG 嗰邊傾掂個轉會費呢。咁佢就好大機會會成為利物浦嘅新球員啦。咁暫時 PSG 嗰邊咧就開出轉會費咧就高達1.4億至到1.7億嘅歐元嘅，咁折合其實超過1.4億嘅英鎊嘅。咁如果呢一筆交易真係成事嘅話咧，咁巴高拿隨時就會超越前人，成為我哋利物浦史上最貴嘅億元之子啦。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咁到底呢個咁貴嘅法國仔係咪真係值呢個天價呢？佢又係咪真係伊拉奧拿戰術入邊嘅完美拼圖呢？定係利物浦有一次麻木去高追？咁今日我哋就用10分鐘左右嘅時間一齊探討一下啦。巴高拿呢就現時係23歲，近年呢佢就喺巴黎聖日耳門嗰邊嘅崛起速度非常之驚人啦。自從喺2023-2024由里昂轉投 PSG 之後呢，佢憑住佢自己嘅爆發力啦，同埋單對單嘅突破能力，迅速咧就成為安力基手下嘅左邊嘅進攻核心。佢可以喺左翼位置嗰邊拉開空位啦，亦都可以憑住自己嘅爆發力同埋變向咧，切入去中路度射門嘅。咁不論係自己射門定係傳中咧，其實佢都展現咗一個頂級翼鋒嘅潛力嘅。咁喺2025-26球季，佢就代表 PSG 喺各項賽事上陣46場，取得13個入球同埋6個嘅助攻。咁喺數據上面嚟睇咧，佢就的確係好似一個幾啱我哋利物浦用嘅翼鋒球員。咁但係單憑呢啲數字咧，就未必代表佢可以喺伊拉奧拿手上取得成功嘅。咁接落嚟咧，我哋就睇下戰術方面。新球季伊拉奧拿執教嘅利物浦咧，戰術就非常講求高位嘅逼搶、快速反擊同埋極致嘅前後移動。而巴高拿最犀利嘅地方咧，正正就係佢嘅爆發力同埋佢嘅直線推進能力。先講講第一個優點啦，巴高拿喺 PSG 嗰邊咧，其實已經習慣咗高位逼搶嘅要求噶啦。咁佢嘅跑動能力同埋防守嘅參與度咧，就完全符合伊拉奧拿對於翼鋒嘅要求。佢嘅體能同埋執行力咧，相信係到英超都應該唔會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巴高拿嘅無球跑動能力同埋爆發力咧，可以喺對手未企穩陣腳之前咧，就直接擊穿對方嘅防線。佢就唔係嗰種喺狹窄空間都仲要死扭嘅球員嚟嘅，而係識得利用自己嘅速度同埋個人能力去製造空位。咁當佢去到底線嘅時候咧，佢嘅 cutback 傳中同埋禁區裏邊嘅橫傳咧都非常之聰明嘅。咁呢一點咧，相信配合埋伊薩或者其他中間後上嘅中場咧，應該會係一個唔錯嘅配合嚟嘅。第二個優點方面咧，就係伊拉奧拿嘅戰術咧係非常之講求兩邊閘位球員同翼鋒之間嘅配合嘅。咁當閘位球員內切嘅時候咧，巴高拿就可以負責喺邊路度1對1。咁相反，都係切入中路嘅時候咧，又可以幫到中鋒位置，例如伊薩或者伊基迪基去掩護。佢擁有極強嘅個人能力啦，而且佢嘅身高咧達到1.85米。佢喺邊路嘅高空波爭奪同埋反搶陣式上面咧，比起一般矮小嘅翼鋒咧，係更加有身體上嘅優勢嘅。不過如果巴高拿真係加盟利物浦嘅話咧，戰術上其實都有一定嘅隱憂嘅。首先就係當面對密集防守嘅時候咧，喺缺乏推進空間，佢嘅細步腳法同埋第一腳控波咧，其實有時都有啲粗糙嘅。第二就係佢嘅射門把握力啦，雖然有時候咧佢就可以射入到一啲好靚嘅世界波，但係其實整體佢嘅射門穩定性同埋把握力咧，都仍然需要慢慢去提升嘅。總括嚟講，巴高拿嘅身體質素、爆發力同逼搶態度咧，其實都極之適合伊拉奧拿呢種強調節奏同埋衝擊力嘅高壓體系。只要佢能夠進一步提升佢喺陣地時候嘅傳波選擇同埋細節咧，我認為佢絕對有能力成為伊拉奧拿手下利物浦左路嘅一代尖刀嘅。咁講完佢嘅個人能力啦，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就係位置重疊嘅問題啦。咁巴高拿最佳嘅位置咧就喺左翼啦，但係利物浦而家左路有咩人呢？有加普啦，有極具潛力嘅 Will 仔啦，亦都有新加盟嘅蒙路斯。咁如果買巴高拿翻嚟踢左翼嘅話，咁 Will 仔嘅上陣時間咧就必定會減少。但係如果夾硬將巴高拿塞去右翼位置填補沙拿留低嘅空缺咧，咁佢喺右路方面嘅傳波同埋射門角度就會大打折扣，完全發揮唔到佢嗰個最強嘅 cut in 射波嘅能力。
咁花成億磅翻嚟買個球員，冇理由要去踢唔擅長嘅位置㗎。咁到底呢個做法係咪合理呢？呢一個亦都係好多英國名宿同埋球迷擔心嘅地方。咁我自己個人就認為買入咗巴高拿之後呢，其實都幾大機會會將家普放走嘅。事實上，其實喺世界盃前後咧，都有一啲傳聞係關於家普嘅轉會傳聞啦。咁如果真係有呢個打算嘅話呢，亦都解釋咗點解利物浦要高追巴高拿啦。講到佢嘅1.4億歐元身價到底值唔值呢？利物浦嘅傳奇 Steve Nicol 咧就喺 ESPN 嘅節目度直接抨擊，佢就認為巴高拿咧係一個好球員嚟嘅，但係佢喺 PSG 都未算係絕對不可或缺嘅核心。叫1.4億歐元咧，直頭係離晒大譜啊！咁其實喺高普時代咧，利物浦最成功嘅轉會，例如沙拿、文尼、祖達，甚至係羅伯臣呢，其實全部都係只係需要3000至5000萬磅左右嘅價錢就買到嘅一啲半成品嚟㗎啦。但係過去一年咧，利物浦就下下都使咗過億啦，例如伊薩、域斯等等。咁如果今次又再使過億咧，睇嚟中場同埋後防咧就應該唔會再有任何嘅補強啦。不過咧，好消息就係知名記者 Paul Lynch 同埋 Fabrizio Romano 都指出 PSG 嘅1.7億叫價咧，其實只係獅子開大口嘅啫。亦都有鑑於巴高拿已經唔再同 PSG 嗰邊續約啦，其實利物浦係絕對唔會用呢一口價錢去成交嘅。現時雙方其實仲係一個博弈階段嚟嘅啫，實際成交價咧好大機會可以去到1億歐元左右嘅。咁嚟到最尾呢個部分呢，如果 PSG 堅持唔減價嘅話，大家又認為利物浦應唔應該繼續去高追巴高拿呢？我自己咧就偏向認為買咗蒙路斯之後，加上基艾沙都幾大機會留隊啦，仲有 Rio 仔呢一個崛起，其實翼鋒呢個位置咧就唔係最需要加強嘅地方，反而正如我哋之前咁講啦，中堅同埋右閘位置咧先至係燃眉之急。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咁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LSS 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咁下次再見啦，拜拜。